佢並唔係熱烈嘅掌聲重新開始。咁樣好多啦，多謝。我哋會係變得以數。請問喺本次會議圓滿結束之後，你總共需要幾多份報價？我唔知。好㗎。大家下晝好，好高興見到大家咧。喺達沃斯嘅呢一週咧，真係精彩紛呈。希望大家都睇到我哋正喺呢度進行對話，希望大家都同意。有啲對話呢，我哋可能存在分歧，亦都有好多對話我哋係有共識嘅。但係通過呢啲對話，我覺得今日早嘅時候達成嘅和平協議都係一個成果。世界經濟論壇就係佢進行呢啲對話去達到理解，亦都追求解決方案。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身份同本質嘅重要部分。我好開心 Elon Musk 今日嚟到現場，佢專程由加州飛過嚟呢，就係為咗見大家啦。所以多謝你 Elon， 你熱烈歡迎各位嘅到來，好高興見到大家呢。我聽講咗和平峰會嘅成立咁當時我就想嗰係 PIEC 咩？你知㗎，咁就好似係格陵蘭島上嘅一小部分區域㗎，同埋委內瑞拉境內嘅一小部分地區。我哋攞到一個啦。我哋只想要和平。自上市以嚟呢，我一直為擔任貝萊德 CEO 深感自豪。貝萊德為股東帶嚟嘅複合回報率為21%。自埃隆馬斯克將特斯拉上市以嚟，佢嘅複合回報率為43%。呢個不過係有一則廣告，尤其針對歐洲人。呢個就係點解更多公民應該投資於經濟增長，投資於自己嘅國家。想像下，如果特斯拉上市嘅時候咧，好多養老基金都投資咗埃隆馬斯克嘅股票，咁所有呢啲投資嘅養老基金會獲得幾多回報？同埃隆並肩作戰同埋增長，呢個係一次精彩嘅回歸。公司嘅數量好少。我認為目前仲未有邊家似特斯拉咁樣規模嘅公司能夠獲得如此高嘅複合回報率。恭喜你！感謝。你測量準確。特斯拉擁有優秀嘅團隊。咁係原因。所以我諗深入了解技術嘅本質，了解技術嘅真正意義同埋各種可能性。我諗傾下呢個人工智能同埋機器人啦、能源啦、太空啦，同埋進展啦，係最終都歸結為工程學科規模同埋執行。而且好少人，甚至可以話佢哋人有啲嘅經驗同埋堅毅去正面面對呢啲問題。唔單止係有啲想法，而係可以喺咁多唔同技術範疇入邊實際執行。Elon，所以我覺得我哋嘅達沃斯有呢個對話好重要。你而家同時喺人工智能、機械人、太空、能源呢幾方面發展。當你冇晒呢啲努力，從工程角度嚟講，佢哋有咩共通點？其實佢哋全部都係好難嘅技術挑戰。不過，我哋公司嘅整體目標就係要最大化人類文明嘅未來。基本上係想盡量提高文明有美好未來機會。仲有就係將意識擴展到地球以外，好似 SpaceX 為例啦。SpaceX 就係推動火箭技術發展，去到我哋可以將生命同意識帶到地球以外，去月球、火星，最終甚至去到其他星系。我認為我哋應該始終將意識，亦即係我哋所知嘅生命，視為不穩定同埋脆弱嘅，因為據我哋所知，我哋對其他任何地方嘅生命都一無所知。你知嘛？我成日被問到，我哋中間係咪有外星人？而我就係其中之一。你嚟自未來，佢哋唔相信我。好㗎。咁所以邊個最清楚我哋中係咪有外星人呢？咁肯定係我。我哋喺太空中發射咗9000粒衛星。但係我哋從未遇到過需要繞開外星飛船嘅情況，咁所以我就諗，我唔知。總之
我認為我哋需要假設生命同埋意識極其罕見，而且可能只有我哋人類擁有。如果情況確實係咁咧，咁我哋就需要盡一切可能確保意識之光唔可以熄滅，因為其實喺我眼中，我腦海入邊嘅畫面就好似一支細細支蠟燭，咁一個無邊無際嘅黑暗之中，一支細細支嘅意識蠟燭，隨時都可以熄滅。所以我覺得要令生命可以多星球存在好重要。咁就算地球發生咩天災人禍，意識都可以延續落去。呢個就係 SpaceX 嘅目的。Tesla 好明顯就係關於可持續發展科技。而家我哋都算係加咗一個新使命，就係可持續嘅豐盛。所以有冇機械人同人工智能？呢個真係可以令所有人都過上豐盛生活嘅路。好多人成日講點樣解決全球貧窮，或者點樣令每個人都可以有好高嘅生活水平。咁我覺得唯一可以做到嘅方法就係靠 AI 同埋機械人。但係呢樣嘢唔代表佢哋自己嘅問題。我哋要對 AI 非常小心，我哋都要對機械人非常小心。我哋唔想自己變咗喺 James Cameron 喺戲入邊，你知啦，未來戰士佢嘅戲真係好嘅，全部都好正。但係我哋好明顯唔想真係變咗未來戰士嘅。但係如果你有無處不在嘅 AI 咧，基本上係免費或者接近免費，再加上無處不在嘅機械人，咁你就會有一個全球經濟爆發式增長，全球經濟嘅擴張規模空前。呢種擴張範圍可以好廣咩？是嘅，或者佢好窄？咁該點樣實現呢？佢點樣先至能夠擴大全球經濟？係嘅，係嘅。我嘅意思就係可以咁諗，如果你擁有大量嘅類人機器人，咁經濟產出就係每個機器人嘅平均生產率乘以機器人嘅數量。正確嘅。事實上，我嘅預測係喺未來較為樂觀嘅情況下，人工智能將會製造出如此多嘅機器人，以至於佢哋將滿足人類嘅所有需求。咁意味住喺某個時候，你甚至都估唔到要向機器人提出咩要求，譬如會有商品同埋服務種類繁多，因為未來機器人咧係將多過人類。但係呢種情況之下，人嘅意義何在？係啊，我意思係你知啦，佢哋係完美嘅，但係我意思係呢個係必須嘅。即係你唔可以兩樣都要，你唔可以有必須要做嘅工作，又可以人人都享有極大嘅豐盛。因為如果有啲工作係一定要做，而只係得部分人可以做，咁你就唔可以有豐盛俾佢就變窄。係啊，真係好狹窄。但係如果你有幾十億個人形機械人啊，我覺得將來真係會有。我覺得地球上每個人都會有一個，亦都會想要一個，因為你邊個唔想要一個機械人呢？你知啦，假設嘅好安全，可以幫你睇住小朋友，照顧你隻寵物。如果你有年老嘅父母，我有好多朋友都話佢哋有年老嘅父母，照顧佢哋非常之困難。昂貴嘅。係嘅，好貴啦，而且價格昂貴。而且人手不足啦，年輕人唔夠，無法照顧老年人。正確嘅。所以如果有一個機器人可以照顧同保護連埋嘅父母，我覺得個會好正。咁將係一件非常之嘅嘢。我認為我哋會擁有呢啲嘢。總括嚟講咧，我對未來好樂觀。我覺得我哋正走向一個非常豐盛嘅未來，真係好正。而且絕對可以話，我哋而家係歷史上最有趣嘅時代。我覺得歷史上佢哋有趣嘅時候，
你覺得我哋喺呢個新時代可唔可以逆轉衰老，定係我哋會見證到呢？我其實係花太多時間喺衰老方面，但我真係覺得呢個問題好有得解決。我覺得當我哋揾到衰老嘅成因時，會發現其實好明顯，呢樣嘢都唔隱晦。我之所以話佢唔隱晦啦，係因為你身體入邊所有細胞咧，基本上都係以差唔多嘅速度老化。我一世人都未見過有人左手臂好老，右手臂又好後生。咁點解會咁呢？即係話身體入邊35萬億個細胞咧，一定有個時鐘，一個同步時鐘去同步晒佢嘅。同埋，你知唔知道啊？其實死亡呢件事都係有一啲好處嘅。我哋壽命佢再長嘅係有原因嘅，因為如果人真係可以永遠唔死或者活好耐，我覺得社會會有僵化嘅風險，佢哋會變到一成不變。佢好可能變成令人窒息、毫無活力。但係話雖如此，我認為我哋最終會揾到延長壽命嘅方法咩？甚至可能逆轉衰老。我認為呢個極有可能。我好期待。是嘅。所以呢，喺你所講嘅未來咧，人工智能模型啦、自主機器啊、火箭啦，都依賴於計算能力嘅大幅提升、能源嘅大幅增長、昂貴嘅能源以及大規模嘅生產製造。實現呢個目標嘅瓶頸係咩？再講多次，咁大嘅開支之下，我哋點樣可以確保佢係普及，而唔係只係局限一小撮人？我覺得最自然嘅情況就係呢樣嘢會好普及，因為 AI 公司會盡量揾到最多嘅客戶。而家 AI 嘅成本已經好低，而且每年都跌得好快，即係話 AI 嘅成本咧，幾乎每個月都會有明顯變化。而家周圍都有開源模型。係啊，真係有開源模型，而且開源模型只係落後嘅封閉模型，大約1年左右。所以我覺得 AI 公司會盡量揾最多嘅客戶，即係話佢哋會將 AI 帶俾全世界。但係要做到嘅龐大嘅計算資源、高性能嘅 AI 晶片、先進嘅晶圓廠同埋穩定嘅電力供應等等啦，都係缺一不可。對我嚟講咧，呢啲都係好大嘅挑戰。係啊，我認為人工智能部署嘅限制因素，從根本上嚟講係電力。冇錯，咁就係能量。係啊。我嘅意思就係，我哋睇到人工智能芯片嘅生產速度呈指數級增長，但係電力接入速度卻微乎其微。每年最多3%到4%。是嘅，好明顯，我哋好快，甚至可能就喺今年晚嘅時候就會生產出俾我哋實際需要嘅更多嘅芯片。除咗中國嘅電力增長咧，真係好勁。咁佢而家就緊建緊100吉瓦嘅核電。其實太陽能係中國最大嘅發展嘅。喺中國。咁所以咧，我相信咧，中國每年太陽能生產能力咧有1500吉瓦，而且佢哋每年部署超過1000吉瓦嘅太陽能。而家你知道，對於持續嘅太陽能負荷，你要將其除以大約，我唔知道4或5，可以咁算啦。呢相當於大約250吉瓦嘅穩定功率，外加電池儲能系統。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數字，呢個相當於美國平均用電量嘅1半。對。所以美國平均用電量為500吉瓦。咁中國淨係講太陽能，淨係靠太陽能加埋電池，就已經可以提供美國1半嘅穩定電力。每年
單靠太陽能就可以做到美國一半嘅電力產出。太陽能而家絕對係最大嘅能源來源。其實你再撳遠啲，唔止喺地球，甚至離開地球，太陽基本上就係所有能源嘅100%。呢點好重要，大家要睇下呢樣嘢。太陽咧佔咗成個太陽咧係99.8% 嘅質量，木星大約佔0.1%，其他所有嘢都係零零碎碎。即使你喺木星嘅做熱核反應爐燒晒嘅，太陽產生嘅能量咧都仲係可以當成100%，因為木星只係得0.1%。如果你即刻傳送多3個木星入我哋太陽系，再將多3個木星同埋太陽系入邊所有其他嘢都燒晒，太陽產生嘅能量都仲係可以當成100%。所以其實一切都係圍繞住太陽。所以咧 ，SpaceX 未來幾年其中一個計劃就係發射用太陽能嘅 AI 衛星。啱啱，因為太空其實係一個極大能量來源，而且你又唔使喺地球上佔用任何空間。太空有咁多空間，你可以無限擴展佢哋。即係我意思係，你最終可以擴展到每年幾百太陽得咁多。我哋之前都傾過咧，佢不如你同觀眾講下，美國要做到呢樣嘢要睇咩？咁如果要有咁大嘅太陽能場去供應美國用電，要咩地理環境先得？跟住我想問下，點解我哋而家唔做呢？其實佢哋咁，我哋粗略啲計，大約係100英里乘100英里嘅大嘅面積啦，即係160公里乘160公里嘅大嘅太陽能板咧，已經夠供應成個美國用電。咁所以100英里乘100英里嘅面積咧，其實你可以喺猶他州一個細角落嘅內華達州、新墨西哥州。當然啦，你唔會想全部集中喺一個地方，其實只係佔咗美國面積嘅一個好細嘅百分比。要產生美國用晒嘅所有電力就係咁多，咁咪其實歐洲都一樣。你可以採取，例如喺西班牙同西西里島等緊人口相對稀少嘅地區，可以產生歐洲所需嘅所有電力。所以咁你點解會覺得呢度同美國並冇呢種嘅趨勢呢？確實有嘅咧，中國嘅情況亦都係咁。好遺憾啊！喺美國啦，太陽能嘅關稅咧壁壘非常高，呢個就涉及到太陽能部署嘅經濟效益問題啦。價格被抬高，因中國產出幾乎全部太陽能嘅產品。歐美需付何代價？如果規模達到嗰個程度，要進行商業化建設咩？係啊，我諗我可以話俾你知 ，SpaceX 同特斯拉嘅計劃係建設大規模太陽能發電廠。正確嘅。因此 ，SpaceX 同特斯拉團隊分別致力於喺美國建造每年100吉瓦嘅太陽能發電廠，即係人造太陽能發電廠。咁可能需要我哋花3年左右嘅時間，但呢啲數字相當大，而且我亦都鼓勵身邊嘅其他人咁樣做。我哋顯然冇辦法控制美國關稅政策，但係對於其他國家嚟講，中國生產嘅太陽能電池成本極低。我認為大規模發展太陽能係值得嘅。咁所以，我知道你哋將要發布幾項關於機器人技術及其應用嘅重大公告。我嘅意思就係，我去工廠嘅時候，你俾我睇到啲機器人，係嘅，你傾到咗幾十億台機器人啦，但係佢哋究竟能夠以幾快嘅速度投入生產製造環境呢？佢哋可以幾快被利用、發揮功能，並創造出你所講嘅嗰種豐盛。你提過佢嗰種豐盛。其實
人形機械人咧會好快有突破性發展啦。我覺得我哋而家已經有咗 Tesla Optimus 機械人喺工廠做緊咁簡單工作，大概今年稍後時間咧會有更加多嘅進展。到今年年底，佢哋會開始做咗更複雜嘅工作，而且都會繼續喺工業環境中部署。咁我哋大概下年某個時候，到出年年底嘅時候咧，我哋大概就會開始正式向公眾出售呢啲人形機械人。到時我哋會好有信心，因為可靠性好高，安全性好高，而且功能範圍都好廣，基本上你想咁做咩都得。你而家喺 Tesla 車度咧，都已經見到咧，即係軟件更新帶嚟嘅改變。而家係點啊？每季都會有軟件更新，提升車入邊機械人嘅能力。係啊 ，Tesla 全自動駕駛軟件啦，我哋有時一個星期都會更新一次。最近有冇保險公司都咁講，其實而家已經好安全。佢哋話全自動駕駛真係好安全，甚至佢哋會俾客人半價保險，只要佢哋嘅車度用 Tesla 全自動駕駛。保險公司可以監控呢一點咧？呢個係協議嘅一部分咩？是嘅。咁但係我認為咧，自動駕駛汽車咧，基本上已經係一個解決嘅問題啦。正確嘅特斯拉咧，已經喺一啲城市咧，就係推出咗一種無人駕駛出租車服務。正確嘅，我到今年年底啦，喺美國境內將非常非常普及。然後我哋希望下個月咧，就能夠喺歐洲獲得監督下嘅完全自動駕駛認證。真係啊，咁快？是嘅，進而願中國屆時亦都能夠獲此進展。想進軍太空領域，因為從歷史上睇，太空領域係資本密集型產業。歷史上政府一直都係咁做嘅。顯然咧 ，SpaceX 就改變咗整個模式，但係我哋睇到佢嘅發展速度好慢。而家我開始睇到佢喺你正在做嘅嘢同其他嘢講加速發展。同我哋講下自動化同人工智能，佢哋點樣改變嘢、建造同準備我哋進入太空嘅經濟模式。咁當然可以。其實SpaceX 今年希望實現咗重大突破，最關鍵嘅一點就係完全可以重用。從來冇人做到火箭完全可重用。而呢樣對降低進入太空嘅成本好重要。我哋用 Falcon 9着陸推進級已經做到部分可重用。而家我哋已經降落咗推進級超過500次，但係我哋仲係要丟棄上面級嘅 Falcon 9再入大氣層嘅時候，基本上會燒毀。而嗰個成本等同一架細至中型嘅噴射機。咁所以用 Starship 呢隻巨型火箭，佢係有史以嚟最大嘅飛行器。呢隻火箭就係你用嚟實現去火星嗰個構想嘅，啱唔啱？係啊，火星同月球仲有大量衛星發射都會用到。所以講到呢架 Starship 啦，我哋真係好希望喺今年之內可以向全世界證明到 Starship 係可以完全重複使用嘅。呢個將會係人類航天史上一個極之重大嘅發明，因為呢種技術，當你做到完全可重用，進入太空個成本會跌100倍。呢個經濟上嘅分別咧，就好似可重用飛機同唔可重用飛機之間嘅分別一樣。好似如果你每次飛完都要掉咗個飛機，咁每次飛行都會好貴。但係如果你只需要加油，佢就係油錢嘅成本。所以咧，其實呢個就係最根本嘅突破，令到進入太空嘅成本，我哋覺得可以低過飛機運貨嘅成本。即係話好輕鬆就可以做到每磅低過100蚊美金嚟嘅水平，咁就可以好容易咧將大型衛星送上太空，價格非常之低，非常之平。
而且喺太空中使用太陽能，其效率係地面太陽能嘅5倍，甚至可能更高嘅。因為太空中總係陽光充足，係冷嘅，係嘅，嗰度曬陽光明媚啦，所以冇咁夜交替季節變化或者天氣。喺太空中，由於冇大氣衰減，功率可以提高約30%。最終結果咧係太陽能發電量係地面嘅5倍。任何一塊太陽能板嘅太空入邊咧，都可以發出比地面多5倍嘅電量。係咪？有冇可能將嗰啲電帶翻落地球用？有嘅方法做到呢？定係你只係喺太空用嘅滿足需要？例如喺太空建 AI 數據中心呢？我覺得佢太空用太陽能建 AI 數據中心咧，簡直係唔使佢嘅選擇，因為正如你講，太空都好凍。如果你嘅陰影位太空真係好凍，得3度開爾文，咁你只要將太陽能板對住太陽，再成個散熱器指向冇太陽嘅方向，咁就完全冇太陽照到，可以直接散熱。呢個係一個好高效嘅冷卻系統。所以總結嚟講，最平嘅 AI 設置地點就會係太空。